天文台會考慮喺星期一直接發出3號強風信號。我哋會同大家分析下香港天氣未來嘅重大變化，以及發出8號風球嘅條件。風神已經登陸菲律賓，由衛星雲圖可以見到，佢中心未有被厚實嘅雲團覆蓋，核心唔太紮實，因此預料佢橫過菲律賓期間，結構唔會受到太大破壞。出海之後能夠快速整合，並且增強至強烈熱帶風暴至颱風強度。隨住一股東北季候風喺聽日稍後抵達廣東沿岸，香港風勢將會逐漸增強，氣溫會顯著下降。同時，風神進入南海之後會採取偏西方向移動。星期一稍後同季候風嘅共同影響會開始變得明顯，香港會廣泛吹強風，離岸同高地達到烈風至暴風程度。但係烈風會唔會擴展到香港廣泛地區，就仍然有待觀察。受到東北季候風影響，風神會喺香港以南轉向西南方向移動，並且逐漸減弱。到時佢發展成點，同香港有幾近，以及佢嘅移動速度，都會好大程度咁決定香港會唔會廣泛吹烈風。我哋會適時喺社交平台發布我哋嘅評估。受到風神嘅外圍雨帶所影響，下周初香港驟雨會較為頻密，強雨帶掃過嘅時候，亦都會伴隨住短暫嘅風力上升，加上氣溫會顯著下降。喺風寒效應下，體感溫度係會更加低㗎。此外，下周初正值天文大潮，香港連續幾晚喺季候風同埋風神嘅共同影響下，水位有機會上升超過0.5米。到時低洼地區，例如城門河兩岸同埋大澳，有機會出現輕微水浸，喺嗰度嘅居民就要多加留意啦。我哋都會同大家密切關注住風神嘅動向，喺風球發出之後會進行直播，同大家即時跟進風暴消息。再會。